唉，今日落雨，啥无法度出去了。很得人恼哦。迄讲做底微博先伫今日个天使样板，爱电就做底先计划今日爱做嘛个咧。我人讲啊，爱做底微博先伫今日个天使样板，无可能，人样有可能伫。本日到团啊，爱团是智慧型手机，嘿，爱啊无用智慧型手机，爱用的是传统手机。你到底是嘛个世界的人啊？哪用伊汉地个用传统手机？到底人用办袂伫喏？你看啥久手伫咧啊？嘛个啊？看石头手伫，错啊！毋看呀，啥久是毋是有氧的？有氧的加出台表。爱伫迄天档有比行基金过。毋是啦，有氧的手表是出日头咧，出日头就会有氧的啦。粘落去按钮。撒下落迄讲要啥久免当熟悉。爱伫啦，一听迄有叫的，伫个片乌猫，毋是啦，遐水迄对天档落个。按钮迄有条的伫天档乌猫跌下落个，毋错，迄落雨的啦。还有恁伫某啊，伫美国加州个西蒙古有一个会行路个石头石头会行路。你伫个胖结果吧？真紧啊！2013年科学家拄好看到太石骨就伫架条面前停通，佮着架上气象网站查询，发现当时落一个西蒙古伫个用时拄好落了一层太雨，因为温差雨水伫半夜结冰，天气热虽然出太日头，湖水结冻，毋过天面风还是有一层薄薄个冰。古说啊，个风一吹，个太石骨就开始行路咧。到底人用要伫按多东西啊？是哪只破狗眼个啊？哪只破狗眼个？错啊！老古言讲，金老得福，金无得过。做你豆豆老老人家大嘴骨，记得听说要讲你青岛神法提到个智慧。比如讲，上主角叫下主意手多，迄因为怪伫天使尾边就叫无天，怪的叫就表示青夹会落雨咧。讲到落雨，我未记得雅婆说讲过，忙落雨先唱歌，音乐要无记得。还有叫大黑手天公落雨，用面的满天飞，太水就会多。也全部都是雅只婆教爱个哦。莫怪人讲，若爱空满好，必得满山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我是英子。你哋应该会记得我的名诶。也惨咧，因为新冠肺炎嘅关系，故说呢就无法度出门。故说我长辈想。我拿呀无法度出门嘅特殊艺术嘅个月出来讲，希望大家佮喜欢也只个月，因为也只个月是爱国中嘅时节写嘅，迄呢来去比嘅全国客家语文竞赛嘅时节，用嘅个月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也摆嘅样片，我哋下个礼拜同样嘅时间，我记得来哦。我是英子，拜拜。